Sustainabl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可持續發展人力資源管理。我係作者 Alvin 梁。點樣去揀份好工？嗱，尋日咧就係呢一個學期裏面咧組織行為學嘅最後一堂課啦。咁啊講解完咗考試範圍之後咧，咁我見仲有啲時間，就趁機同啲同學仔咧就談有關於啦事業發展嘅一個思考。咁啊，雖然當中咧有 Year 1、Year 2同 Year 3嘅學生，嗱距離佢哋嘅畢業咧仲有一段時間嘅，但係我認為有啲觀念咧就越早知就越好。咁我就同佢哋介紹咗一個簡單實用嘅概念，咁啊叫做 must、wants、can 嘅呢個 model。嗱，每個人畢業之後咧都會面對住佢必須要做得到嘅事情 must。例如有人就因為借咗錢讀書，咁所以要償還貸款嘅。咁有啲人咧就要負擔佢嘅家用啦，又或者因為宗教信仰嘅狀況咧唔能夠週六上班等等。咁呢啲咧就係每一個人嘅生活當中咧唔能夠去妥協嘅條件。接住落嚟嘅話就係 wants， 咁即係你想做嘅嘢啊。咁呢度包括咗你有嘅興趣啦，有啲乜嘢令到你產生到熱情啦，甚至乎反轉頭你抗拒完全唔想做嘅事。嗱，呢啲咧都係你嘅內心嘅取向。最後嘅話咧就係 can， 意思就係指咧你有能力做得到嘅，包括咗你擅長嘅技能，你累積咗嘅經驗，你能夠勝任到嘅工作。嗱，理想嘅情況咧，咁啊當然啦，呢三個好似圓圈嘅之間咧係有個交集嘅。咁啊換句話說咧，當你喺從事一份工作，佢既符合你生活所需嘅 must， 又係你嘅能力能夠勝任嘅 can， 同時亦都係你真正嘅興趣嘅 want。咁樣嘅話咧，唔單止能夠帶動得到你內在嘅一啲動力啊，仲能夠咧激發到你持久嘅熱情 passion。嗱，但係現實往往咧就唔係咁樣嘅。對於不少人嚟講咧，must、want、can 呢三個範疇咧就毫無交集。嗱，生活壓力啊非常之大 ，must 就有好多，咁但係能力咧就未建立得到 ，can 就不足啦。咁而興趣咧則與工作完全無關 ，want 咧非常之缺失。咁喺呢種狀況裏面，自然就好難喺工作裏面揾得到滿足感。嗱，咁於是我就問同學啦。嗱，must 咧基本無法改變嘅呢個前提底下咧，我哋應該優先加大 can 定係 wants 咧？嗱，唔少嘅人咧就認為應該先增值自己，加大自己嘅 can。咁因為咧，當能力增加咗，能夠勝任嘅工作就會更加多。咁啊，或許會慢慢對工作產生一種成就感同興趣。咁於是乎 wants 咧就會隨之提升。咁我認為呢一種嘅邏輯咧都有啲道理嘅。但係現實應用當中咧，不如我哋咧就一齊都大家思考一下，你係咪真係可以因為咧對於某一種事情原本係冇興趣嘅，但係做得出色，賺得到錢，從而開始會中意佢咧？嗱，又或者會唔會好似好多成年人咁樣咧，早已對於佢嗰一份咧冇興趣嘅工作，但係竟然係建立咗能力，甚至乎收入，結果咧鎖死咗喺呢條跑道上面咧，就唔能夠轉變。嗱，所以我就提出咧另外一個可能性。嗱，與其我哋優先加大所謂嘅 can， 不如我哋咧擴大我哋嘅 want 先啦。咁啊，嘗試投入一啲真正嘅興趣嘅領域裏面，咁然之後最緊要咧就持之以恆咁樣去耕耘，做到非常之出色。咁啊之後長嘅時間投入咗之後，你嘅熱情喺呢件事上面嘅話咧，你嘅能力 can 就會自然建立咗上嚟。咁啊進而創造咗好大嘅價值，而呢一份價值咧，唔單止咧係會變咗做你嘅專業，更加上可能係因為你呢一份工作咧會帶出嚟嘅好多唔同嘅熱愛、堅持，令到你又可以做得更加長久。嗱，不過咧說到 wants 咧，我亦都提醒下大家，咁啊唔好將一啲好短暫嘅快樂咧，當作為真正嘅熱情。嗱，譬如打機啊、吃喝玩樂啊，可能都會帶嚟一啲短期嘅開心 （short-term happiness）， 但係未必帶來長遠嘅人生滿足 （long-term fulfillment）。嗱，真正值得我哋追求嘅咧，其實係長遠嘅意義。嚇，你問下自己，
究竟我對於呢個世界有啲咩貢獻？我希望留下一個乜嘢嘅影響？咁我點樣可以透過我嘅興趣創造出對別人有嘅一啲價值嘅東西呢？嗱，當我哋能夠咧將眼光放遠啊，唔單止咧唔會被短期嘅快樂所捆綁，更加能夠清晰地係見得到咧乜嘢係真正會令到你長遠有成長、真正有意義嘅一個方向。而當你揾得到呢個方向，並且咧會持之努力嘅話咧，咁相信咧下一步會發生嘅嘢就會係你嘅 wants 會變得好清晰，你嘅 can 隨之而提升，咁你所創造嘅價值就會越嚟越大，甚至乎開始咧同呢個世界產生一啲真正嘅連結。